陈浩基，你做这么歹代志，搁这么残忍，害我到养女儿来死。不是我害你死，是你家己跳的，你家己跳养女你儿。中注的你，若无把文文放在河底，我敢袂对伊跳嘞？你就是凶手！哎呦，我不是凶手啦，我不是啦，你这，我有摕钱给你，叫你去投碳酸水啊！你是嫌钱无够哟？你想要用钱甲我学说？哼，无效啦！你摕搁较大条钱哦，我袂当洗清你的罪恶。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哎呦，唔通啦，唔通啦！用的啦，你救我的命啦！我会请上高明的法师来甲你超度，送你去西方世界。哦，拜托。你今仔日来甲我挨骗，想当当时你先让我甲你害，甲我苦头，甲我认定。今仔日你安怎挨求我，我拢袂放你煞，一定互你死。不，袂互你死。救命！来走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夫人啊！你逃！走袂去啊！不是我甲你害死的啦，是老爷，是老爷叫人甲你请了养女，我跟我无关系，跟我无关系，人惹我啦。调哥将烟油放在面前讲是我头家，为主要受暴族来陷害我，你假口讲对我袂歹。是啦，迄嘛是不得已，害得我大病的哦。你别讲我这，我爱你甲我同款，是你的养女哦，我要将你抓来养女哦，等你乌中饲去。你看伊惊就要破胆去啊！就是安尼讲，因这种人哦，叫做恶人无胆。啊，拄则你咧房间的时啊，迄个陈后家哦，嘛我惊裤底拢澹去。我得记起啦，咱若三不五时啊，甲因阿某创治者，就算我因无惊死，剩半条命尔。就是安尼讲，参一款歹人哦，爱互我家己教示一下。赵信啊，当咱应该倒来庙，互我庆祝者，食一个好料的。行。那变袂去啊？讲甲你哦，实在是有够狠啊！到到这阵拢总无进步，笨蛋。行。哎呀，天公伯，你还了我不死啦！我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代志，我无害过你啦！拜托啊，你唔通伤我性命！拜托啊，你千万唔通哦！哎呦，你是要甲我惊死哦啦！你看我大声，我吵一个，要不要创啥啦？啊，我拄则倒伫房间内底，哎呦，迄叫人啊，化作鬼魂，要来伤我命，要来甲我地死咧，你有够恐怖的！我住伫灶骹嘛是看到门外来鬼魂，嘛是甲我地暗困，我唔知惊一个去走来找你。啊是讲这奇怪啊！咱斗早的时，咱钱啊、去哦，拢摕伫互因啊，叫因投胎转世，啊哪会将是个，你可要来甲咱讨命啦！我以后绝对袂去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还去撩我不是？你即摆嫌我个上班了，你为富不仁，欺压善良百姓，不计其数，连优秀也用了。我即摆就要掠你这样的地个，闭嘴啦！
你看，迄敢毋是管家？是啊，啊看伊安尼，哪敢足惊吓？文婉啊，伊敢袂搁转来甲咱掠？鬼啊！不是我害你的啦！管家，我甲玉莲哦是人，毋是鬼啦，你免惊啦。啊，你无死哦？无啊，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看你安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无死，我就较安心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昨暝老爷甲夫人拢死咧大厅咧。管家，蛋糕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老甲夫人哪会死？我嘛唔知影，啊，就等甲所有的家丁、长工啦、查某囡仔，拢行啊走了了啊。我嘛是要转去食家己的，是嘞吼。管家，阿娘，你两个倒头家困，阿爹，阿娘，莫倒头家困啦，要困咯，去房间困啦，起来啊！豆皮，叫你转来真拄好。你看，阿爹阿娘吼，拄一涂骹，我甲叫吼，拢办大起来。你甲我斗相共，叫阿爹阿娘吼去房间困啦。吼，豆皮，你阿爹甲阿娘已经死啊！啊，是啊，阿爹，阿娘。今日文文，我真正足轻松的，紧来去，紧来好走。文婉，真感谢你，感谢你答应做伙带大片离去天上飞出。唉，会当笑成一对姻缘哦，吼，我即摆心情哦，加足轻松的啦。喂，好者之事啦，那是啥物？奇怪呢。拍啦，行路唔较紧的，哪拍有啦？吼，这个好者正常咯，定定讲我法术真假咯啦。哼，我即马就好好甲法术练者。嘿，那么巴里好。喂，我都想要变一只兔，那变无成啦。叫，我试一个看卖。我嘛无办法。我变成功，我变成一只兔啊！你看卖，你抄我做胖。吃价咯，射无着，煞去就走。救人啊！紧！救人啊！哎呦！紧！救人啊！救人啊！哎呦！救人啊！阿爹，你有听到有人咧喊救人无？敢有？有啊。紧点！阿爹，这有一只兔仔呢。紧来藏呀！借问啊，你有看到这只兔仔走你遮来哦？无咧，我是有听到人喊救命啦。那是恁咧喊救命是无？你看到了？来，过对。派人跟走起来啦，你唔免惊啦。我金啊，你的运气真好哦，替阿爹捡到一只兔仔。对啦，遐你拄则讲有人咧喊救人，也是谁人咧喊救人啊？阿爹，伫遮啦，拄仔咧喊救人，就是这只兔仔啦。哎呀，你黑白讲啦，这兔仔哪会喊救人啦？这
就是的啦，是迄个发救人的啦。你若唔相信，我叫伊搁画一摆互恁听。好啊，你搁画一摆出来，互我阿爹听好无？戆囡仔，一定是你听唔对去啊！你真久无食肉，咱紧转来去，叫恁阿娘煮兔仔肉互你食。阿爹，莫啦，我莫甲伊抬啦，伊足可怜的呢。哎呦，戆囡仔，这兔仔就是要抬来食的啊！来，兔仔互我啦。我不爱啦。月琴啊，月琴啊！好啊，你紧走，再别互人抬。月琴姑娘，真多谢你。你哦，是查有囝有够好笑啊！哎，好地正是，是有啥物好笑啦？当然嘛是好笑。自我生目睭发白白哦，我嘛捌看着讲啥物做事的人，互拍烂人，踮遐掠个两支脚，敢若白骨直的，安尼无好笑无是啥？你敢有看到？废话，我是福德正神土地公的哈，也伫我的土地发生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讲无看到啦？啊，好地正神啊！无彩讲我将你当作是好朋友呢。啊，你明明知影讲我有危险，你竟然见死不救啊！哼，我是安怎在救你？赵神啊，你啊，将咱神的面子哦闹开了啦！连你几个拍烂人，你都无法度通去对我，你是要怎帮助凡间的百姓？谁讲我无做对付啊？只是因下个字背了足紧的，我无时间用法术脱身去啊。连这个笑话你也讲会出来？你是神的，咱若讲变，应该变就爱变。后个时间哦，你当遐准备，听后你准备较好哦，哼，会欢喜啊！我知啦，啊，毋过你嘛知影，我的法术本底就毋是讲介好啊，所以我所以啊，你都爱认真练啦。我会讲，啊，毋是讲哦，拄则我安尼见死不救啦，我是要你磨练的机会，在伫临急的时间，看当发出你的功力，会当逢凶化吉的啦。哦，啊，原来是安尼啊，真歹势，我误会啊。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，只要你若知影讲我对你的苦心哦，安尼就可以啦。赵神啊，你无代无志走去咧拿来变一只白兔啊，你是要创啥？食饱受用啊？啊，谁讲我食饱收用啊？我是想讲哦，各过几工啊，都是12月20日啊，我要上天庭甲玉帝报告。我是惊讲到时阵哦，玉帝若是靠我的法术，所以我毋知偷偷一个人走去练习。哦，对，你是上赵神哦，时到啊，遐百姓哦，家户户啊，大家哦，在办啊足济草安尼甲你拜，送你上天庭。希望讲你啊，会当咱踮这玉帝面头前哦，咱甲因讲几句啊好话，真好。赵神啊，会记哦，遐百姓来办足青草的时候，你毋但袂记我呢？迄免讲啦，咱两个人是好朋友呢，我无啥哩是要请啥物啦。嘿，这边哦，我若上天庭去见玉帝，我一定要将月琴救我这件代志哦，报告互玉帝知影，请玉帝赐予因一家口啊，互因哦添丁发财过迄个日子啊。有你，有你做人好。唔对，等者，你即摆讲我伤着，你若去讲这安尼无妥当。是有啥无妥当啊？你爱知影呢，你即摆吼，若上天庭去甲玉帝报告，关于这月琴的这功劳啊，你是毋是来将你变白兔仔时，有迄几个拍来人甲你掠去闹开代志，你嘛是拢总爱讲出来啊？对吼，是啥物咧对啦？啊，你即摆去讲的是哦，玉帝若知你，玉帝甲你骂死啦，无但见到遐众神面家笑，就甲你笑死啊啦！你哦，这也毋过，我总袂当讲为着顾虑我家己的面子，煞将月琴的功劳甲暗去。对啊，咱嘛是哦，暗中啊找一个机会来报答你。你是神的，暗中来保庇，互咱规家伙哦会当安过着生活的日子，会当过着平平静静，安尼嘛是同款啊。阿娘，我洗好一条，我要搁洗一条。好，真乖哈。阿爹，你倒来啊？
借有无？要摆造型的行李，家家户户拢嘛准备一副尔，免有假的行李通好招人啊。借无行李，明仔载是要哪摆造型啦？我看明仔载规矩用这番薯豆摆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摆造型免这样都错着。若无吼，造型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日子都歹过啊。摆搁较澎湃，伊嘛是共款袂替咱讲好话啦。你想看卖，倒一年咱毋是真诚意咧甲摆，结果咧，咱每一年的日子拢过到这么艰苦。呸！你哪咧后白讲话啦？造型啊，阮后摆吼，有嘴无心啦，你大心大量吼，你都莫甲计较吼。好啊，免摆啊啦。明仔载透早，我想办法用一副行李来互你摆啦吼。阿爹，你要去哪？我不跟你去。阿琪，乖吼，你甲阿娘住厝的煮饭真晚，煮好阿爹就转来吼。欧巴，他叫你阿妈，你是要你着想办法啦。我要去找时啊社，甲借淡薄仔钱啊。是啊是，袂用的啦，迄是啊是，吼拢伫放档内，利息偌悬的呢，咱袂晓甲借钱啦。你别烦恼啦，我毋是要甲借真济啦吼。欧巴呀！万总管，万总管，你是啥物人？我叫乌爸的啦，倒一田尾，迄个乌爸的啊。歹势，我毋捌。等一下，万总管，你当然嘛毋捌我这种无名小辈，也毋过我捌你啊。每一个人我嘛知影，你是世界的大总管。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今仔日来是要甲施老爷借一点仔钱啊，拜托你啊吼。哦，要借偌济？30钱就有够啊。是啊，你嘛较拜托咧，30钱你也伫咧借，去其他路本较紧啊，去啦。拜托你啊，万总管，我是有急用啦。安尼啦，后个月吼，我会连本带利还你啦吼。拜托你啦。好啦，老爷即摆伫咧食饭，要无我来甲门看卖啦，对我入来。是。你巴肚内枵，你先食啦。唔免啦，我要等阿爹转来，斗阵食。天将的阿妈，看起来要落雨的款，恁阿爹到即马，阁还袂倒转来食饭，阿娘是足烦恼的。袂用的啦，摆造型免这样落错着，若无吼，造型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日子都歹过啊。伊一定会救我的。我袂用空手断，我若空手断，我起码甲阮某一定真失望的。全啊，甲灶骹交代一下，以后这猪骹吼落较烂咧，较袂安尼夹喙齿安尼。今仔日这猪骹落拢无够烂。啊，是，老爷，我明仔载会甲伊教示，爱叫伊较谨慎的，吼。老爷，啉茶落一下喙。你毋是田尾迄个乌肉呀？哈，你来阮兜创啥？老爷，
你煞袂记咧？伊是要来借钱的啊！借钱啊？哦，哎呀，我这个记忆吼，愈来愈歹。拄啊食饭的时阵咧讲的代志吼，一下饱讲，随煞袂记啊！你是要借偌济啊？是要借300钱是毋？免啦，免那尔济啦，30钱就够啊啦。啊，30钱哦。啊，好啦，借你啦。若借你伤济吼，哎，你也还袂出来啦。是。欧巴，这规矩，借30钱，一个月利息10钱，后个月爱还40钱，知影无？我知啦。这一张40钱的借条，你带顶悬的甲转了纸无得，啊钱我就用咧互你啊。来，这30钱你算看卖。无唔对，这是30钱，老咱吼。哎，等，后个月爱去摕来还哦。我知影啦，老咱吼。哼，傻鬼，30钱安尼借，哎，加减赚啦，啊，一个月赚10钱有啥物唔好？你怎买2支猪脚了？老爷，我是惊这个散鬼哦，死到无钱通还，咱得搁派人去甲讨，这个工钱比伊借搁较多。还袂出来上好，哼！到时阵啊，离家哩债务愈加愈大条，伊钱若还袂出来，我就替伊番薯园堵下。但是我是外勤啦，我阿爹为着明仔载要拜你的神呢，出去借钱，到即摆还袂转来，请你保庇阮阿爹借到钱平安转来。乖囡仔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暗中将你阿爹带倒转来。这副相礼，我亲母仔囝一定真欢喜的。紧转来去。欧巴叔啊，欧巴叔，阿花兄啊，你哪还唔行啦？啊，这日阿妈有啥代志是？我都欧巴的，阿爸安怎？欧巴就唔听怎，伊刷工不爱阮倒来厝顶啦。啊，伊人安怎无？只是挂喺手的物件，我挂来互你啦。啊，后摆人咧？欧巴，伊即摆是安怎？欧巴已经过身了。阿爹，后摆。我哪会遐尔无路用？我哪会遐尔无路用？连一个人的性命都无法度通我解救。哎呦，哈！啉酒哪人啉酒就行的啦。你互我啉，互我啉啦，互我啉啦！别样啊，拜托的啦。人这是原干的百姓哦，一摆3杯呢，来伫咧孝敬我，我安尼困困欠欠，一滴一点哦，我都唔甘啉，我来咧轻轻做一罐，
哦，啊你当作滚水安尼甲我啉落去哦哈，你哦实在有够讨厌的你。这款酒有啥物通好稀罕？今仔日是凡间的百姓，送我上天庭的日子。假使你若唔互我啉，我就转来灶骹家己啉食爽快。等下啦，你甲安尼讲哦，你今仔见家门咧啉烧酒醉哈，你爱记咧，你今仔哦，再搁去上天庭享用地交子呢？我不爱去，我还是一个人的性命，我哪有什么面子通我做事？我嘛哪有什么面子通我去用地？哎呀，这件代志哦，我调查真清楚啊。这是乌马的命该终啦，这伊主该爱死，这袂免人怪你啦。你免伫遮安慰我，我知影这是我有对，这一切拢是我的错误，是我的错误啦。等下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要去甲月琴坦白，讲是我害死阿爹，我要求伊原谅我。要去讲？哎呦，拜托的哦，你若涉了天机哦，你就无依哦。我若无去时阵，我袂安心啦。我早知是啥物天机啦。等下，我哋之前啊，你爱写走向，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我放你出去，啊，我放你出去，你是要甲我金阿因我囝惊死哦？你之前，你即摆讲这个话是啥物意思啦？走，你哦爱较定静，你是谁？也因是人的哈，你安尼车蹦白蹦要去甲人见面，你想看觅，伊敢会相信你的话叫？佮再讲，就算讲伊相信，你唔该讲这件代志若传出去，互人知讲你做心病的人，来惊死着凡间的人，安尼死到遐凡间的百姓，倒一个人敢来我这间庙来甲我参拜啦哈？我这间庙，若无人来甲我参拜，咱做事就无法度通担这人间定寿。咱做事的人，若无担这人间定寿啊，自然凡间啊，就出一寡这妖魔鬼怪来伫作怪，死到天下大乱。哎，这个效果，你敢有这个气象？我那遐尔无路用，连一个人的性命拢无法度解决。我对得起我。你袂听人家讲，人讲神仙难救人若要死，拢就是主。就算讲你有会发力，也是讲去请大罗金仙，伊嘛无法度通甲伊解决。咱做事，若讲真是拢总有法度通救人哦，世间的人哦都无死人啊。走是想较苦。万安代志啊，拢过是天主，你感觉这是我轻的啊？是安尼讲起来，我们永远拢无机会通我报答我天。当然嘛是有啊，哪会无迄个机会？要无人凡间的百姓来遮拜神是拜要创啥啊？你嘛是用暗中甲伊斗好，万安代志啊，互咱咧大家当顺顺利利，一世人无惊无险，安尼嘛是算报答。我就真是等，我认真甲我讲，我会当帮助万天啥物？豆啦，你唔免急啦，你啊要上天庭的时辰啊已经差不多啊，听候上天庭，去甲玉帝交旨了，将遐交旨的代志交代哦清清楚楚，了咱才会上班咯。看是要安怎来甲月琴斗相共，安尼嘛还袂上班，你讲对？老爷，哎呀啊！是啥物代志安尼大细声？啊，就干那借一迄个乌马的，害我早暗嘛，伫迄个山崖所在去抹死啊啦。啊你也管他啥物人因兜咧死几个，还是干咧啥物地带啊？无咯，老爷。听讲乌马因兜是咧散屁屁哦，连瓜叉钱是厝边隔壁一个天庭的买来藏伊的了。我真烦恼咱遐钱无地讨啦。
因兜还佫有啥物人？还佫一个某，还佫一个细汉查某囝。哎，若有查某囝，安尼就好啊咧。恁夫人啊，顶两家讲欠一个查某囡仔通使用啊。后摆因某若是钱还袂出来吼，连查某囝来拄下。无咯，老爷，呀，伊才敢若借30钱尔，啊，叫因查某囝来做工嘛，做无几工。讲甲你哦，实在有够笨汤，做无几工，你煞袂晓想一个办法，可以加做几年啊？这确实是想无办法啦。讲甲你哦，实在是真无路用啦。哼，阿文啊，遮无你的代志，你做你去无闲吼。好。老爷，你敢是有好办法？废话，我若像你安尼遮尔讲哦，我是要来做头家啊！借条摕出来，我看卖。好，是这。12月23借30钱，正月23还40钱。有啊！将这个30钱的十里，甲这40钱的十里，顶面拢加一撇，安尼伊就爱还4000钱。那安尼因查某囝吼，过来做10年的查某囡仔，嘛无条条拄下。对，老爷，你有够巧的呀！废话，我若像你这样讲，我世界这么大的产业，是要对倒位来啊？小欧，我这个干跳你若起来吼，一世人唔免烦恼食穿。对，老爷，你头壳实在是真巧，连孔明在世咧都无法度甲你比。搁再讲啦，我足含慢的，我嘛学袂起来啦。汉子都还袂好收拾，当然嘛是细条。归去啦，我甲你斗骹手。哇，这大条汉子，阿娘，有大条汉子通食。就这呢。满意着。阿娘，我转来啊。阿琴啊，你毋是讲要去学汉字，敢学有？有啊，汉字，拢足大条呢，学拢学袂完。你免安慰阿娘啦，他即马汉字也无着时啊，哪有可能会当学遐尼大条汉字咧？就是啦，你若有消息，我摕互你看。阿娘，你看。哪有可能这样侪汉字啦？这一定是土地公伯宝贝。土地公伯当前咱的生活这么歹过，所以唔知互咱这么侪汉字。快紧嘛，快紧，咱来甲土地公伯说多谢。土地公伯啊，真多谢你，真多谢。土地公伯，真多谢你。有人伫咧无？有人伫咧无啦？快紧嘛，你看是啥物人来？哦。恁内底有人嘛小出声一下，有人伫咧无？你是啥？你要找啥？看起来你敢若是乌马因查某囝吼？我是要来找恁阿娘，今日娘出来。我阿娘咧破病啦，有啥物代志甲我讲就好啊。哈，你一个囡仔囝是要甲人讲啥物话啦？我袂甲你讲，今日阿娘出来，我才要甲伊讲。我听嘛。阿娘。你就是乌马因某吼？是啦，你是？我就是咱庄内上好嘅时社因兜的总管万全啊，大家拢叫我万总管。总管你好，你找我啥物代志？哦，
因为恁翁乌爸的要死的进前呢，去甲阮老爷借钱，这你知啦吼？有啦，我听乌爸提起，伊就是去甲你借钱，唔知。阿娘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哈！我是要来讨钱啦，唔是要看你母仔囝在咧靠爸靠母啦。讨钱？对啊，恁翁乌爸在世时阵来甲阮老爷借钱，但即摆伊人都死啊，我当然要来找你讨啊。赖总管，真歹势，阮兜也无钱，你是毋是会当互我款限一下？等过年了，我再共借钱还你好无？你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哦，你讲宽限就宽限咯，啊！啊，你若闹跑去，我是要找几倒？袂啦，我有一句限钱园，等我变较好的时阵，我就摕来卖，到时就有钱好还恁啊。啊，你一区限钱园，总互你收成，总卖完啦。这偌济钱，啊！啊，你敢知影恁乌爸甲阮老爷借偌济偌济？3000钱。3000钱？这哪有可能啦？是安怎无可能？你看你无？这有借条伫咧哦，写甲真详细，借3000还4000，搁有恁乌爸亲人邓酒无一遮，你看啊？有看无？啊？我快甲我讲，伊要去借一寡钱买生礼，哪会可借遮尔济钱呢？我要来知伊借迄个钱要创啥货？但是阮老爷有交代啦，带念讲恁送啊贵咁要掠去吼，呀，还3000个母钱就好，利息免送。3000钱，我外红顶大迄一天，身躯嘛才6钱，到时伊若甲你借遐尼济钱，那安尼，剩遐个钱咧？啊！你问我要问啥人啊？啊，钱还我都问唔着啊！我确实是无钱啦。你看我这环境，你嘛知影，阮生活都有问题啊。安尼啦，你做一下好心，等我变好的时阵，我再拍拼趁钱，再慢慢来还恁，好无？啥？慢慢啊还？你欠阮老爷遐个钱，咱还规世人都还会还，你知无？啊，袂用你啦！我们家是无钱啊。无钱啊，真简单，恁查某囝仔外徛啊，来去死甲做查某囝拄啥？妹妹，我袂将我电话你吵上，我袂答应。你唔答应嘛，咱答应啦。妹妹，你别将我吵上。别了。这明明是要气死我哈！犯奸的人后遐尔啊酷刑的啊！好好，我这法律精神哦，绝对要好好甲你教示一下。哼，你哦，人当作讲天意哦，袂甲你报应啊！哼！阿辉兄，阿辉兄，我妈说，有啥物代志？阮后排顶个伫山看，搬来恁兜的时阵，伊身躯是毋是足侪钱的？无咧，伊搬来的时阵，敢若手挂一寡行李，无啥物钱咧。后排死去迄一天，伊去甲时仔社借3000钱，啊，扣掉买一副行李，嘛应该还阁有2900外钱啊！啊，你送伊倒转的时阵，伊身躯是6个钱啦，啊，剩的遐个钱，啊，伊应该是为遮搬来时啊放去遮的嘛。哪有啦？我记恁刚刚收你厝顶，连甲一个钱嘛无看到。阿辉啊，我拜托你。我妈说，起来，你安是咧创啥？阿辉兄，我吼真正爱有遐个钱啦，啊你若捡到的时阵，你一定爱还我，若无吼，因会掠我去哪去做查某干拄小咧。我妈说，但你是咧讲啥？我就明明无捡到遐个钱。啊，乌爸都为你自家遮弄落来，啊钱应该是当去遮嘛。我妈说，啊若照你安讲，你就认定遐个钱是我摕去。无啦，也毋过吼，我明明无遐个钱，我若无遐个钱，因会掠我去哪去啦。阿辉兄，我拜托你好无？我妈说啊，你小够过分呢！恁乌爸弄歹我的厝顶，我无叫伊卖落真好啊！你看到顶无啊？我捡遐个钱，你傻够超过你！
点点啦，你若搁叫你妹甲你扒落去哦。哼，行。我笑，我笑你妹就总甲你死头咯。我原来就是你咧甲我作对。哎呦哎呦！哦，我卡！哎呦，卡！啊，你是要逃走？啊，搞起来你是要走去倒？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快点，看你敢去走无？啊！啊，苏无空啊！啊，你是要我惊死哦啦？何志正信啊，你是咧找啥？空的啊！啊，你哪有用通来还间？我特别来还间哦，找你啉烧酒的啊。啉烧酒？若讲还间的酒哦，趁海啦！啊，对啦，空的啊！啊，这赵信啊，伊讲上天庭要向玉帝交旨，啊，去找受顺利也无啊？有哦，玉帝真满意啦。啊，特别存3工假吼，某赵信吼，踮天庭加算3工啊，才倒转来啦。什么啊？有3工假？我冇事啊！我冇事啊！何志正信啊，啊是啥物冇事啊？是毋是啥物好康的？啊，无小报一个。哎呦，哪有啥物好康的啦？也算唔知赵信啊，伊要上天庭的事啊，有交代我，叫我来替伊照顾凡间一对母仔囝啦。我这几工啊，家己无闲啊，挡袂牢。伊讲万3工要倒转来，安尼我唔是冇事。何志正信啊，啊是啥物母仔囝？为什么赵信爱特别照顾因呢？卖问啊，紧啦，紧甲我斗3工者啊，找3000钱啦。哦，原来你是咧找钱哦，啊是啥物人的钱，这么重要？当然嘛是重要啊！迄乌麻要死的进前哦，有甲死啊社借3000钱啦，即摆遐钱哦，拢总放进去啊啦。遐钱哦，若无赶紧找出互死啊社，死到死啊社，一定掠外金哦去做查某干拄潲。当初时哦，赵信要去天庭的时候，特别甲我交代，叫我无咱知哦，一定爱照顾因母仔囝，但一声安尼惨啊！伊若倒转后，看我对面啊交代就好啦。空的啊！你有我拜托一下，暗中去甲伊保一下哦，较免害用欺负啦吼！我拜托。我怎么家己找麻烦呢？空的啊！啊，你哪会安尼讲啦？咱做神明的人，帮助凡间的人，这是应该的啊！你哪会讲麻烦啦？嘛安尼啦，我拜托。别！你莫下拖落水，何志正信啊！我奉劝你一句话啊，饭哦加食一寡，营养素哦较莫插的哈。空的，空的，莫走啦，莫走啦！够代志啊，够代志啊！哎呦，代志乃较济鸟仔问啦，即马阁有信徒内底进香啦，这3件若举起来吼，唔知是要阁拜托我啥物代志，我看我是赶紧转来处理较要紧啦。紧的啦！我今晚酒转给你听。托你讲白啊，旧个你面头前是我阿慧啊，我今晚人家酒转，我若扣着乌麻的钱哦，我就互你讲拍死啊！你有听到啊吼？你会使相信啊嘛？阿辉兄，我唔是故意要冤枉你，我是不得已。好啊，莫好讲啊！从今以后啊，咱两个田无沟水无流，以后莫小搞插啦。阿辉兄，阿辉兄。头就讲过，我拜托你甲我指示一下，遐钱到底是啥物人甲我摕去？我拜托你。唉，你哪会遐尔讲？你头壳内到底是伫咧想啥？是安怎你会怀疑讲是恁翁的好朋友？
你哪会去怀疑讲是世界人伫咧骗你？赵喜，你安尼赶紧要去倒？我想要倒去还家。你转去还间的时间还未到，那遐尼着急就要倒？无啦，我是想讲哦，伫天顶也无啥物事代志通做，我想要较紧转去啦。安尼是袂使的啦！你转去还间的时间就还未到，是袂用互袂乱走的啦。哪有这款规矩啦？敢讲我伫房间有要紧的代志要办，嘛袂当提早落去是毋？袂用的啦，天顶有天顶的规矩，大家若是拢学袂来，安尼天顶就大乱啦。你毋免学袂来哦。也毋过我正经有要紧的代志要办。你若有要紧的代志，爱先甲药店报告，才会当离开天庭啊。药店若是会稳准，我都袂逃走。哦，原来你要逃走，跟我去见药店。毋是啦，你都做，你别安尼啦。赵喜，你实在真原来，是安怎要违反天条，私自下凡啊？刚讲我落房间去救人，安尼嘛袂用。救人？救什么人？救我的恩人啊！